有风声讲，北韩伫咧2022年至2023年的期间，有修法几啊届，新增加5项上重会当判死刑的罪。根据南韩的分析，北韩的修法显示金正恩想要稳定政权。另外，有关死刑的议题，根据法新社的统计，今年到单为止，沙烏地阿拉伯执行死刑的人数已經有198人，這嘛是30多年來上濟紀錄。根据韩联社报道，北韩对2022年5月到2023年12月期间，做摆修订宪法，加应该判处死刑的罪行，对原本的11项增加到16项。新增加的罪行包含反国家宣传、煽动行为、加非法制造、使用加转用武器、弹药加爆炸物等。根据由南韩政府资助的智库统一研究院分析，北韩的变更这法律，除了可能是为了加强保护金正恩甲家族的安全，同时也支持北韩的5年武器发展计划。不过，统一研究院也强调，北韩的这法律修订，除了反映金正恩对着政权安全的强烈需求，也更加显示政权的无稳定性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根据南韩国家情报院的资料显示，北韩即阵所拥有的步加高浓缩铀，用个制造2位数数量核武，甚至可能伫11届美国总统大选了后，展开第7摆核试验。其实，金正恩去年伫最高人民会议上修订宪法时，已经把这个核武列做国家核心的原则之一。 북한의 불법적인 핵무기 개발은 다수의 유엔 안보리 결의의 명백한 위반이자 한반도와 세계 평화에 심각한 위협이며 어떠한 경우에도 우리와 국제사회는 북한의 핵 보유를 결코 용인하지 않을 것임을 북한도 분명히 인식해야 할 것입니다. 除了北韩扩大判处死刑的范围，沙烏地阿拉伯第29已經處決3名死刑犯人。根據法新社統計，2024年到即陣為止，沙國總共執行死刑人數已經達到198人，超過2022年的196人，加1995年的192人，是30多年來上多。 因為根據國際特赦組織的資料，2023年沙烏地阿拉伯處決的犯人人數是世界第3多，排在中國甲伊朗後壁。公視新聞沈樂培編譯。